Hello Miles，我啲客咧睇完樓成日都好多問題關於有幫 mortgage 啊，咁啊啱啦，你又幫我解答呢啲問題。而家個 rate 咧係2.25%，好多人就會諗，哇 rate 跌咗，係咪更加容易借 mortgage 咧 Hello Crystal， 個答案咧係，但係亦都可以唔係。個利率低咗咧，確實你可以幫客戶揾到更加高嘅按揭嘅金額嘅，但因為壓力測試咧會比較容易嘅而家。合資格借到金額咧就會大啲咯，但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而家嘅按揭仲未到期，而你選擇去提早解約嘅話咧，咁啊有機會要俾較高嘅罰款咯。再加上而家嘅樓價比幾年前低咗咧，所以整體嚟講咧，真係一半一半，要睇下個別嘅情況咯。？OK，咁我想知啦，嗱，咁 key 就係一個 preparation 啦，一定要做咗好多預備功夫。你介唔介意同我哋講下，究竟啲客人可以點樣去 prepare？咁你嘅 job 就會更加 smooth 咧。咁咧，我通常咧就會建議啲客戶咧，如果打算開始買屋嘅時候咧，最少提早3日揾我哋咯。咁當你真係去揾樓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有一個準確啲嘅預算範圍，知道自己大概可以買到咩嘅價位咯。準備嘅時候咧，第一樣嘢要做嘅咧就係一個信貸嘅查詢，我哋可以代客戶去查詢嘅。不過咁樣咧，屬於一次正式嘅信貸查詢。如果客戶咧自己去 Equifax 攞一個免費嘅報告咧，咁咧就唔會影響到呢個信貸嘅評分。其實一個正式嘅信貸查詢咧，影響好細嘅啫，除非你喺好短時間之內到處咁申請信用卡，到處咁做呢個信貸嘅查詢，咁咧先至會明顯咁拉低你嘅評分嘅分數嘅。除咗信貸嘅文件咧，仲有其他嘅文件你要準備好嘅。基本一定要有嘅嘢咧，就係一個有效嘅身份證，因為律師需要，銀行需要，我哋都需要。跟住咧就係一個收入嘅證明。如果你係受僱咧，就要準備最近嘅糧單、你嘅 T4 同埋一封僱主嘅信。如果你係自僱嘅咧，就要最近2年嘅報稅表，用嚟計你嘅平均收入。如果你係買樓，仲要準備首期嘅資金證明。銀行通常會睇你最近90日嘅記錄。如果有大額嘅轉賬同埋存款，你一定要清楚解釋到啲錢嘅來源。咁我有啲客咧，佢哋就可能都會考慮 refinance，可能係想 reinvest 啦，咁啊最好啦，益到我啊嘛。咁但係可能亦都有佢哋好多 personal reason，可能要去還錢啊等等。咁我亦都想知 refinance 嘅程序究竟係點樣？係，而家銀行咧都會重新幫物業估價，但係今日嘅市值咧通常係比幾年前低咯。銀行只會批到最多係現金估值嘅80%，即係話你3年前高峰買入，銀行唔會用翻嗰個價，只要用而家呢個市價嚟估值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轉按揭攞現金出嚟咧，係會受到影響嘅。同時仲會計埋你而家爭銀行幾多錢。無論你係想還清債務、裝修，定係攞啲資金去買物業，我都會建議你先揾按揭顧問，傾清楚自己嘅位置，睇下實際可以行到幾遠，再睇樓或者再投資都未遲。咁樣咧，成個流程咧就會順好多，少啲頭痛，少啲意外。如果你揾我哋做你嘅信貸咧，我哋嘅信貸查詢只要做1次，我哋就可以將個 report 俾唔同嘅銀行，直至到揾到你最啱、最適合、最抵嘅信貸。揾我哋啦，我係 Miles，thank you 晒你 ，thank you 晒你 Crystal，希望我哋可以快啲合作，拜拜。